美国职篮 NBA 多伦多暴龙今天客场迎战克利夫兰骑士，暴龙队台裔球星林书豪替补上场近21分钟时间进账8分、1篮板、2助攻，暴龙中场101比126不敌骑士，无缘3连胜。林书豪在今天首节剩下4分半替补上场，结束前投进压哨3分球，暴龙暂以24比25落后。林书豪在次节剩9分35秒被换下，最后1分14秒再度上场，仅抢下1篮板。上半场打完，林书豪累计3分1助攻1篮板，暴龙以55比59继续落后骑士。暴龙第3节反攻无力，结束时以77比91落后。林书豪此节进账2分，3分球3投进末。第3节末出现意外插曲，暴龙的伊巴卡 Serge Ibaka 突然和骑士的克里斯 Marquese Chriss 爆发肢体冲突，两人都被裁判赶出场。林书豪末节最后5分半左右替补上场，约2分半左右2罚1中，最后1分44秒攻下2分，仍难力挽狂澜。林书豪前2场得分达双位数，昨天踢馆迈阿密热火抢下11分，8日做客纽奥良鹈鹕攻下14分。骑士后卫萨克斯顿 Colin Sexton 今天18投10中，攻下全场最高28分，外加4篮板5助攻。队友奥斯曼 Sadie Osman 19分7篮板7助攻，西基奇 Ante Zizic 17分7篮板，洛夫 Kevin Love 缴出16分18篮板双10表现。暴龙仅3人得分达双位数，最高分是雷纳德 Kawhi Leonard 25分，外加9篮板2助攻，西亚坎 Pascal Siakam 15分，劳瑞 Kyle Lowry 14分。